但是先个地下期以来，因为先天扣税条件限制，所以丢无在外有限。不过市府积极推动出产，111年招商去民间投资超过100亿，112年顶半年累计已经达到75亿。伫所地方政府招商案件拼第一，并且多元创造资源来一步一步改善财政体制。因为推动重大建设加福利政策，拢需要财政永续发展。即便财政状况在改善中，但是地方建设也不能少。但是现在又碰到了一些，包括全民健保这个65岁以上全民健保费的补助，一年要花费28亿，还有军公教加薪，台南市的加薪4%。我们每年要增加20亿，中央只补助10亿，所以说我们每年要多支出10亿。还有消防队消防员，明年要增加187位消防员。我想说，我们还是勉力为之，也希望市民朋友，我们把一个工程，这个能够精算再精算，那打折再打折，也希望大家市民朋友一起配合，才能让建设顺利完成。外界拢讲，市长是欠底，这款省就是好好评估每一项支出，多年以来确保资源开得有价值，才有法度达成财政永续发展。嘛，互今年远见杂志调查县市永续竞争力当中，台南摕下财政面的第1名。台南新闻阮子采访报道。